上星期我哋介紹咗港隊女子5人足球隊，咁其實去到小學層面，足球都一樣受到一啲女同學愛戴。喺呢個足球入邊，我會學到點樣同隊友團結咁樣合作啦，同埋可以學到點遇到困難嘅時候點樣面對咯。我會諗唔同嘅方法，然後選擇出最好嘅方法。有啲人可能認為足球係一種男仔嘅運動，不過呢班同學就唔係咁諗，佢哋認為女仔都有好多優點可以喺球場內發揮。呢個運動唔一定係俾男仔玩，女仔都可以玩，而且其實女仔都可以同男仔一樣咁樣踢得咁好。男仔雖然體能好過我哋女仔好多，但係不過我哋女仔有細心、專心、敏捷呢啲長處，我哋呢啲長處都可以用於足球。呢班同學響本地近年都攞過全港冠軍、區際冠軍等等，而最近嘅發揮機會就響西班牙，因為佢哋參加咗巴塞羅那一個7人足球賽，響超過100支嘅球隊當中取得銀碟冠軍。嗰個發展就係話由香港打穩咗個基礎啊，咁啊跟住就去一啲更高階嘅地方，等佢哋邁向國際化啊。因為咧去到第度比賽啦，咁除咗個技術啊、體能啊、戰術啊有所提升之外咧，其實都覺得佢哋係大開眼界嘅，亦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。由於球隊本來踢開5人足球，咁所以轉戰7人賽絕對遇到挑戰，而身為隊長嘅卓橋咧更加要挺身而出。因為我係隊長啦，所以我就會更加留意隊友佢哋嘅身體質素，可能佢哋有時受咗傷，我會即刻上前咁樣慰問同埋安慰佢啦。而且我哋隊入邊都有啲比較細嘅隊員，所以我會盡量去照顧佢哋咯。除咗隊長，今次西班牙之旅都令同學、教練以至家長都有唔少得獎。一陣繼續同大家傾啊！優才書院小學部女子足球隊響西班牙成為冠軍，的確好難得啊！一班同學為咗要克服5人同7人賽唔同嘅踢法咧，咁賽前要加操啊！不過當真正面對歐洲對手嘅時候咧，同學都發現自己響技術、腳法甚至身形上咧都有所不足。咁頭幾場嘅比賽咧更加都輸波，咁但係佢哋永不放棄，最後贏到冠軍啊！我去到之後就好似一個小矮人咁樣，因為我比較細粒同埋矮，同埋有一個好大型同埋熱鬧嘅開幕典禮，呢個就令到我大開眼界咯。呢次嘅比賽，我學到永不放棄嘅精神。因為我哋喺呢次比賽中有唔少嘅失敗，但係我哋都堅持落去，冇放棄，堅持到最後1秒，所以我哋就拎到碟賽冠軍啦。因為西班牙嗰啲球員咧，不論佢哋嘅速度啊、對抗性咧，都比我哋強嘅。比咗幾次賽之後咧，我覺得我哋嘅速度同埋對抗性都有提升到嘅。另外，我都覺得我同隊友嘅關係好咗啦。同學有難得嘅出外比賽機會，當然係獲益良多啦。不過帶隊嘅教練、老師同埋家長，其實都係一齊學習、一齊成長。而教練最開心嘅就係睇到嚟自世界各地嘅小朋友因為足球打成一片。我覺得我哋嘅學生今次去到係完全融入到西班牙當地嘅球員啦、球會啦、當地主辦機構嘅賽事佢哋嘅要求。咁我自己最鼓舞嘅係玩得好開心啊，攬埋一齊啊，咁見到一個足球可以令到唔同國家嘅人可以走埋一齊。可能唔少同學好快就要升上中學，學業會更加忙碌，但係佢哋都話會繼續踢足球，持續今次西班牙之旅學到嘅永不放棄精神。